大家好。今日呢，我呢就係要同大家探討一下耳水不平衡呢個病徵。好多長者踏入50歲或者50歲以上呢，就經常會出現耳水不平衡啊。尤其是當佢哋早上起身嗰時，好多時啲長者一起床就覺得好頭暈，甚至乎有呢個天旋地轉嘅感覺。但係其實喺醫學上邊呢，係探測到係另外一種耳疾嚟嘅。呢種耳疾呢，就唔係咁多人聽過佢個名稱，就叫做耳石移位。醫學名呢，就叫做係良性陣發性位置性暈眩啊，英文簡稱就 BPPV。咁究竟係咩事呢？點解會導致到一起身或者瞓喺張床度轉一轉身就會暈陀陀、天旋地轉，係令到人哋相當之驚恐嘅呢個咁嘅情況？咁其實就係話我哋人體生理呢，係有個耳朵裏邊係有中耳，中耳有一個部分叫做前庭，而前庭呢，就係掌管住人嘅平衡力嘅。咁喺前庭裏邊呢，就有一啲碳酸性嘅物質黏附在前庭嘅。咁佢呢，就係主要呢，就係負責係呢個前線嘅速度，係感應人體嘅前線速度嘅。咁喺某一啲不明朗嘅原因，就係有個情況係令到嗰啲呢個碳酸性物質呢鬆脱落咗，形成一個耳石呢。咁係意外地呢，就係走咗入去一啲有3條嘅半規管。喺內耳邊有3條半規管，咁走咗落去裏邊呢，就會影響到裏邊嘅內淋巴液運行嗰陣時呢，出現一啲唔尋常嘅現象呢。咁樣呢，就會傳遞一個信息俾我哋大腦接收到，就感覺到會天旋地轉嗰啲咁感覺。天旋地轉嗰陣時，其實我哋個眼球係會不停咁樣跳動嘅，向左右或者向上下跳動嘅。如果你有呢種感覺，你可以揾身邊嘅人睇睇，你係睇得到，好明顯睇到佢個眼球係會跳動。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個耳石移位呢？咁其實好奇怪喎，就係可以根據醫學嘅研究呢，係可以話唔需要食藥，唔需要打針啊。只要我哋係做一啲好簡單，但係亦都需要好專業嘅物理治療，叫做耳石復位法。需要嘅時間大概15分鐘，完成咗之後呢，係俾2個星期俾自己休養呢。咁樣就可以應該有90%嘅病者可以全面康復。咁當然啦，就係做完呢15分鐘，最大嘅好處呢，就係你休息1-2日，你起床嗰陣時或者轉身時已經冇咗呢個天旋地轉嘅感覺，咁你已經感覺到一個喺心理上邊好大嘅釋放㗎啦。咁我而家呢，就其實我之前我亦都係經歷過耳石移位呢個症狀嘅，咁我亦曾經做過2次呢個復位法，咁個效果係明顯。咁我而家係示範一下點樣做嗱。基本上平瞓喺張床上邊，我哋攞一張被，摺好咗嘅被或者枕頭，擺好佢。咁然後呢，我哋平瞓喺呢張床上邊。假使我個情況就係我起身轉右手邊嗰陣時，即係咁樣平瞓，
轉右手邊嗰時，突然之間感覺天旋地轉。咁我呢個方法呢，就係咁樣做法。你跟住我以後嘅以下嘅示範動作就係嗱，平瞓啦，放鬆個人得㗎啦，平瞓啊。咁樣呢，個頭如果你係轉右手邊結紋呢，就45度轉好個頭，慢慢瞓落嚟。呢張被係墊住嘅，墊住個背部嘅。嗱，睇住慢慢平瞓，45度落，睇唔睇到？咁樣個頭呢，就係掂住嗰張牀，因為我而家已經係做咗3個幾星期啦，就冇嗰種暈嘅感覺。嗱，你咁樣如果停留咗喺度10秒至15秒呢，佢應該會突然之間暈得好緊要嘅。咁嗰啲咁暈嘅感覺會持續20秒至30秒咧。但係當你完成咗冇咗呢種暈嘅感覺消失咗之後呢，保持呢個位置1分鐘至分半鐘，跟住慢慢轉翻佢個頭正中間。呢個時間呢，亦唔應該會有暈嘅感覺。跟住呢，轉去左手邊，又係保持45度向下。呢個時間同期隔咗10秒零呢，亦都會有一種好暈嘅感覺出現，持續大概20至25秒。呢種咁暈嘅感覺呢，就係因為嗰個耳石係隨住嗰個內淋巴液運行，係慢慢沉澱到去嗰個半規管裏邊某一個嘅嗰個某一個嗰個重頭啦，可以咁講啦嚇。嗱，而家咁樣冇暈啦，跟住呢，你就調轉啦，反身轉身轉過左手邊，個下巴呢，就向住個心口，跟住撳低個頭。你可以揾呢隻手嚟幫自己。呢個時間又係等10零秒，跟住你就會有好暈嘅感覺出現。呢個會持續20至30秒，好暈嘅感覺。又係嗰個耳石呢，就喺嗰個內耳嘅淋巴液嗰度流動緊，去到去某一個呢個半規管裏邊嘅重頭。好啦，暈嘅感覺消失咗1分至1分半鐘之後，可以慢慢起床休息。慢慢起床，個下巴都係緊貼住個心口嘅。慢慢起床休息。坐咗喺度休息，大概10分鐘零。咁就基本上好多人呢，就係有85%，根據醫學嘅學説呢，85%嘅人呢，做過一次呢，佢已經係可以舒緩咗佢冇呢個天旋地轉嘅感覺。而仲有10幾%嘅人呢，可能呢，就需要做2次或者3次咁嘅情況。咁我就係做咗2次嘅。咁樣大家要分清楚幾時係界定為耳石移位，幾時係耳水不平衡，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區別。耳水不平衡通常呢，佢呢病發嗰陣時，佢天旋地轉嘅感覺，佢會持續2-3個鐘頭，甚至乎2-3日。而呢個耳石移位呢，就係當你喺床上邊平瞓喺度，起身起立嗰陣時，坐立啊嗰陣時，或者當你喺床上邊轉身轉右手邊或者左手邊嗰時，你突然之間有個空窗期之後，你突然之間會暈30秒至1分鐘，跟住你再嘗試做同一組動作嗰陣時呢，佢嘅暈嘅時間呢就會比較短暫一啲，或者得20秒至30秒咁樣嘅。
係同呢個耳水不平衡呢個症狀呢有好大嘅區別。當我哋處理好咗呢個 repositioning 呢個復體位之後呢，咁我哋亦都應該注意以下嘅事項，就係話我哋瞓覺應該點樣瞓呢？因為如果你瞓得唔好，可能個耳石仲未咁穩固喎，咁亦有機會喺呢個前庭嗰度流走翻出去嗰個半規管嗰個範圍，咁又會引致到你出現同樣係呢個天旋地轉嘅感覺。所以呢，有啲網站呢就建議我哋不能仰睡，有啲網站呢就叫我哋切記側睡。咁我請教過一啲專業嘅耳鼻喉專科醫生呢，佢哋就話有個準則就係、譬如好似我嗰個 case 係，如果你係右手邊轉右手邊，感覺到天旋地轉呢，你瞓覺嗰時就不能夠右手邊側睡。咁你係瞓一個舒適嘅位置就可以。至於你話有啲網站嘅資料就話墊高兩個枕頭嚟瞓，咁啊保持呢個45度角同呢個水平保持45度，係希望穩固啲，令到嗰啲耳石呢，但係有機會係令到你個頸椎受損嘅。如果長期係咁樣做，咁我哋亦請教過一啲耳鼻喉醫生就話用一個比較高些少嘅枕頭，唔需要兩個枕頭都可以㗎啦。咁除咗瞓覺呢方面呢，大家都會擔心啦。咁知道點樣處理個方法，咁就係事後我哋有啲咩嘢係應該要做或者唔好做啦，係咪啊？咁唔應該做就話跟住落嚟嗰2個星期或者3個星期，你未完全康復呢，就唔好嘗試有任何嘅劇烈運動啊，跑步、游水或者去行山啊，呢啲盡量避免啦。係嘛？甚至乎你行樓梯上落轉彎得太多啊咁樣，或者搭長途車咁樣，盡量避免啦。係嘛？因為嗰陣時搭完長途嘅車，你落車都會有些少暈嘅感覺，因為就係嗰啲耳石仲未沉澱翻喺一個正常嘅位置，而亦影響到佢碰撞到一啲感應區喺個前庭嘅感應區嗰度呢，係導致有啲錯誤嘅信息。傳送咗去大腦嗰度，你會有一啲暈嘅感覺。咁呢個係要擺2-3個星期先會有機會係全面康復嘅。咁我哋處理好咗 repositioning，亦知道點樣瞓覺比較安全啲啦。咁最好呢，都係要做個 follow up，去耳鼻喉專科醫生度覆診，希望佢呢係可以處方一啲舒緩呢個內耳循環系統嗰個內耳微循環嗰邊出眾呢個藥方俾我哋，可以出眾翻呢個內耳微循環啦，即係一般性耳水不平衡，可能佢都係用呢啲咁嘅藥嘅。咁或者配給一啲維他命 B， 其實都維他命 B 都對於我哋呢個症狀都有好大嘅幫助。咁自己戒下口，咁樣盡量日後你唔想復發就係盡量避免，千祈唔好話有咩事故係意外撞擊到個頭部啦，係嘛？咁尤其是有啲動作係可以避免嘅，因為我上網我都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我都睇咗成20-30個鐘頭㗎啦，相關資料。譬如就話提醒我哋盡量唔好下下即係啱啱康復，唔好成日咁托高個頭啦，或者有啲書架好高嗰啲書你拎高，提高隻手去拎啲書啊。最重要就係最好避免啦。如果去髮廊洗頭，最好唔好咁平瞓，個頭向後咁樣出力咁樣俾人哋洗頭，咁好多人又唔覺意又係會令到你個耳石鬆脱，而令到你個病會復發啦。咁呢度都係我所知道嘅資料，希望呢就幫到相關嘅病人。如果你自己係界定咗係耳石移位呢，你哋最好呢，就我建議你哋揾一個好有專業水平嘅
能心能熟嘅耳鼻喉專科醫生去幫你處理我剛才示範嗰個動作。咁希望你可以做1次至3次之內呢，你係處理得到、克服得到係呢個天旋地轉嘅感覺。好，喺度祝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